立法院今仔日针对弹劾赖总统的提案举办头一场公听会，各党团拢招专家甲学者来讨论。根据时程，这个月21、22就会邀请赖总统本人到国会来说明。对此，总统府是表示尊重，不过嘛，呼吁在野先赶紧审查总预算，阁有国防特别条例。 立法院针对总统赖清德弹劾案14开第一场公听会，除了调查立委，也邀请各党团推举的学者专家，经监察委员将会议指赖政府将在违法伫真侪项复议失败了的法案申请释宪，互行政立法司法来计算送去。按过律师罗秉雄表示，行政院长对在违法无附属就是政治宪法顶外权力执行。附属是一个行政院长的实质性的权利，既然是行政院长不愿附属，应该是针对行政院长来进行一个 政治跟宪法方面的权利互相的制衡，那怎么会跟总统有关系？我们宪法72条里面，总统应于收到法案后10日内公布之，它是强制规定，所以不公布何所本。 根据时间2122，审查会邀请被弹劾人赖总统出席。总统府表示尊重国会职权，按过考虑国家发展甲国民福祉，或请立法院8项会期最后13天，赶紧审查本年度总预算甲国防特别条例。 可以让总预算顺利挂号成功，其实只剩2次的程序委员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礼拜的礼拜3、礼拜4，跟下个礼拜3的礼拜3、礼拜4的委员会都不见了，因为要拿来做他们在意的总统弹劾案的审查跟公听会。在野党真的就是打算决心抵死不从，包括军人加薪、警消的退休保障、公教年金的停砍，以及地方财政收支划分法该 有的所谓的财政的分配，赖清德都不编、不附属、不公布、不执行，跟最近被南韩起诉还要是求处死刑的尹锡悦的行为差距在哪里？ 有立用批评执政党想要陷害在野，表示若被两党已经展开协商，会主动提案和总预算内底关系民生部分先解套，确保民众权益。另也强调总预算含包含新兴计划已经在去年8月送入法院，至于另外提出根本是事务前提要求。记者综合报道。